朗聲書係貓、狗、鳥、魚。文何子，圖余理。我和小貓一起玩，哇！老鼠，大貓捉老鼠，頂呱呱。小貓捉老鼠，頭掉啦。婆婆喜歡毛毛狗。天氣很冷，毛毛狗着涼了。婆婆給毛毛狗穿上毛衣，毛毛狗高興了，尾巴搖啊搖。太陽下山了，一群小鳥回家去。樹上有個大鳥啊，這是鳥爸爸，那是鳥媽媽，帶着寶寶回來了。小鴨呀，魚兒呀，飛呀飛，魚兒飛。奇怪，你怎麼會飛？啊哈，我是飛魚。大家好，我係何子薇。剛才朗讀嘅聲音係咪好悅耳呢？呢個小朋友只有3歲半嘅咋，佢每晚都有爸爸媽媽陪佢親子伴讀。最近佢哋就一齊讀完呢套朗聲書係啦。呢套書係由名家創作嘅幼兒文學，係1988年首次出版。而我手上呢一套版本呢，就係最新嘅復刻版啦，經過修訂重排，獻俾新一代嘅小朋友。作者何子係我爸爸，佢用淺白嘅文字寫俾初學閱讀嘅小朋友。圖畫係爸爸當年邀請上海嘅畫家余理所畫嘅，佢嘅畫作充滿童趣，而書入邊嘅動物故事生動咁展現出貓、狗、鳥、魚嘅特徵，有助小朋友增加對動物嘅認知。我哋稱呢套書叫做朗聲書系，鼓勵家長陪孩子朗聲誦讀，一齊感受文學之美。